这转会伫最近有发表一本新册，内容是收集白色恐怖时期背后解说文的相关档案，要互大家了解迄当时大法官是安怎对政治法的判决做出解说。册名写着“奉命释法，大法官甲转型正义”，这是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最近所出的新册，嘛是第一本台湾社会针对白色恐怖时对几项重要判决的解说内容，亲像大法官是啥人，过程安怎形成，做头一摆公开。在各界努力之下，司法院终于把这些档案移到档案局，那它是政治档案，把所有的这个档案都做公开。促转会表示，这本册整理甲延续去年举办检讨会成果，只不过迄当阵大法官的名还未当来公开，而且因过维权时期，大家对军事审判也阁有改检后的政治犯的上诉等等，拢敢若知影结果，唔知影产生的过程。这本册会先公开8月号大法官解说的内情，未来阁有80几号的解说，将会透过各种的方式向外界来公布。未来的话，因为还有更多号解释的档案也已经移到档案局，可是因为促转会是一个任务型的机关哦，所以我们会是希望说把这些档案全民都可以使用。那后续的研究不一定是由促转会来做。促转会表示，现阶段就是互一寡档案更较透明，另外考虑防疫。促转会按算车集。用线顶的方式来举办新册发表会，透过专家学者的讨论，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对民主过程的影响。最近嘛会甲数码册放伫网络。记者陈亚文、刘水采访报道。